中秋节要到了，为着要来防堵着非洲猪瘟，各地警方是加强来查缉。伫个高雄的公山是查到一批鸡肉丝掺猪肉制品有非洲猪瘟病毒。过来是云林的警方，伫个东南亚的商店嘛查到一件越南的猪肉月饼有非洲猪瘟病毒。另外，台中移民署的专勤队伫太平的越南商店发现一包标示无清、来源不明的冷冻肉制品，提回去做检验。你是放在店里面的冷冻柜了哈。移民署专勤队和食安处的人员来到台中太平这间专门卖越南商品的店来稽查，自冷冻库内底发现一包来源不明的肉片，没有标签，没有标示这样。我买来吃的，不是卖的，是我买来吃的。越南这个业者讲，这不是要摕来卖，是要买来家己食的。不过专勤队唔相信，将这包肉炸回去检验。由于负责人无法清楚交代肉品的来源，本案已将查扣之肉制品进行采样送验。云林县府嘛有查到有非洲猪瘟肉。同款伫卖东南亚食品的商店，云林县警方伫遮查到有一件越南猪肉月饼当中有非洲猪瘟病毒阳性的反应。有民众发现到有越南月饼，当天有抽了6件，结果有1件月饼是检出非洲猪瘟病毒阳性。警方唔敢大意，搁一摆上门稽查，发现这间店卖一种鸡肉丝商品，和高雄警方进前查到鸡肉丝含猪肉丝的商品进行，嘛检验出非洲猪瘟病毒。警方嘛甲这批鸡肉丝扣回检验。这个越南月饼检出非洲猪瘟病毒阳性的这一件产品，目前还在追查它的一个来源跟下游业者是不是有其他的业者有买到。为着避免猪瘟伫云林县摊开，云林警方会按照猪肉月饼的包装继续追查，要找到卖商品的源头来守护台湾猪的安全。好，来向。